挺的鼻子。有鼻子有啊，他退出了，是不是因为只看到鼻子？对呀、你要去拍别人。没有别人，别人都在吃饭。你感觉是最好操控的。你竟然说谁呀、哇，又一位了。啊，是不是我直播很无聊？我去找别人。你看我充电线都这样画在身上。夸张哦。我很认真。衣服我可以先挂这边，对不对？啊，大家都在吃饭，没有人要加入。你要怼一个人的脸牌。真的哎，那我们来看星辰吃饭好了。对，没有，因为现在没有人。对，我在直播。对，你不会进去，不要担心。那你尽量拍。对，不要害怕，目前没有人看你吃饭。要啊，要吃播啊！现在，哎，有12个人呢，为什么？哦。但我看得到留言吗？我可以。啊，哦。所以我有办法看到，因为这样很怪。对。啊，你今天紧张吗？你哪次不紧张？哦，对啊，没有要一直说不要紧张，就会更紧张。不要紧张啦。对啊，吃饱就好了。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菜色。哇，还有蛋。那你猜猜这样子的便当在台北要多少钱？100块。高雄100块。我说这样子在高雄。不止啊。不止哦。哦，不止哦。帮我写3个，写3包，开始你的留言。我是3弄不认起啊。写3包，开始。所以总共是那个人要发这2个，这是一个拍摄的工具。对，所以实际上是这一台。哦，所以我要拿自己的手机。哦。想看东东。想看东东在换衣服呢，不方便进去，不然我也很想进去。东东下去。东东还没有，东东换衣服了。东东换他的第一套衣服。他去换衣服了。东东下去了。啊，好可惜哦。那等一下再看东东，我们先拍。对，我们先看星辰吃饭。不能透露出。对啊，他避嫌。东东在哪里？想看东东。我真的要先吃饭，先吃脚架还好，因为它时程其实没有很长，因为后面很难哦，可能半小时40分钟吧。好，哎，不要尴尬，你不尴尬，尴尬就是别人，不要害怕，对。没有就只有你能入镜抱歉，因为你玩妆。对啊，你有妆法呢。我吗？我还没呢。对啊，我们有吃早餐啦。对啊。看到你吃我就很快乐了。对，你太瘦了，你要多吃一点。荷包蛋，对。喜欢看星辰吃荷包蛋的朋友，欢迎联络他。可以到高雄看现场的。哦，不可以哦。啊，好霸道哦，好霸道。所以你刚才觉得这个便当100块，100块可以吃得到这个便当？台北应该不止100块吧？我也不知道多少钱呢，我只是问问而已。应该120内，110呀，你看110，因为很大量的。对啊，而且还有蛋，
这家其实算蛮划算的，在内湖。如果有人想知道的话，对啊，那6个菜呢？对啊，还有主菜这样子。6样菜这样100，嗯，但他要叫一定量才有办法。哦，量要对啊，要够啊，不然他们也不会打折。不会欸。啊，你太无聊了，我要去找别人。看看，对，现在在直播，要说话吗？是我。好哎。装豆腐鸡给大家看。哇，可是现在才95个人呢。没关系， 95个也没关系啊。开放给95个人看。看。等下，我先问大家，我先问男生好了，因为我现在男生嘛，你们穿衣服不是一直都是男生？我现在是男生吗？我说你们穿有造型的衣服，你们中会露肚子吗？会啊，我会露。你是女生啊？男生好，男生。通常好像不会耶。顶多艺人。我觉得你是艺人啊？我是艺人，对。你是艺人。但是高个的艺人会露。我觉得没差哎，但薄纱可能可以，但直接露出来好像还好吧，露一起来可以吧？走在路上会冷啊。你看我这样会好看吗？嗯，哦，对，很奇怪。好像真的有一点不行哎。没有，我觉得是因为腰太低了。对啊。腰高一点就可以。啊，对，你说这样子。对，那个露要上面一点，对，对，不能露肚脐。对，肚脐有点。露肚脐看起来有点私密。好了，就这样了。没有啊，结束了。没了，没得看了啊，不然要看，还真的要露。大家很期待哎，也没有。好了，还是有胸肌可以露，你有吗？不要再叫我露东露西了。露东露西。好的，那我们去找。可以啊，我看一下。啊，可是我要进书画间呢。可以。好的。那也还是只有静纯的哎，怎么？哇，静纯在梳妆打扮，装呼水水。装湖水水是什么？是黄飞的歌哎。为什么要讲国语？因为这样子感觉比较特别。便当好吃吗？便当好吃啊。我还没有吃。啊，之前就那个有布拉提那个，你会吃那个布拉提的那个吗？布拉提我好像没有吃到布拉提耶。啊，蓝色的那个啊，你看后面，蓝色的那个。蓝色那个，我好像打开都是这个什么葱烧牛肉、葱烧猪肉、洋葱猪肉。对。那你觉得这间好吃吗？还不错啊。嗯。你对一个很饿的人来说，就吃什么都好。啊，你很好养哎。对我非常好养。好，精纯很好养哦，大家。以下开放认养。欢迎懂内。会被检举吗？欢迎懂内。你要跟镜头前面大家。我没有办法，现在老师太认真，我没有办法动。你要 say hi 啊，你要嗨，对。他现在在贴睫毛。我觉得这已经不是化妆，这是易容术了。啊什么？这是易容术了。易容术。对。你是说头发是易容术？哦，头发易容术。那脸是？人就是直接改头换面。嗯。对不对？是不是？但我觉得你妆前后没有差非常多。没有啊。本人就蛮漂亮的。我好久没有听到漂亮，大家都觉得我很帅。啊。现在是3种。尤其剪了头发吧。你说剪头发看起来就是比较率性。没有剪头发前就很帅，长发依旧都很帅。好了，我觉得夸奖的话就是别人说可以，自己说不行。上场前再画眼线。啊，请问一下，现在目前只有我一个人是？没有，星辰播完了，星辰刚才吃饭比你更尴尬，就是对，比你还要更尴尬一点。是这样子。对，你算是还好了。我是还好了吗？对，因为我还在画。对，因为你还的话还不能做些什么表演，等下你可以跳火圈，或者是。请帮我准备。准备火圈还是？我要表演一个东西。好。我要劈腿。啊，你要劈腿？你说哪？不行，不能乱讲话。哦，没有下去哎，来大家看一下，大家检查一下这个洞是什么意思？就是90度不能到。他这个。那不算呢，那这样可能就算。小 P。哎，哇，你这个透露年纪哦。现在小朋友可能不懂什么是切八段哦。
那你现在都说皮卡丘是 Pokemon，宝可梦，对，哇，是年轻人呢，好居然没有落入圈套。哦，你知道爱吃冰的老鼠是什么鼠？哎，好，爱吃冰的老鼠啊，好难哦，我想一下，冰鼠、不是，这个很好。人鼠不是，啊，那是什么？爱吃冰的老鼠。要问宪哥，哦，问一下宪哥。哎，不是啊，我说那个刚刚是谁？我刚没有注意看，好，因为那样好干啊，谁？眼睛啊，就这样。就我们三人。现今在说话，好吧？爱吃冰的老鼠。不会痒吗？会痒吗？好，昌宪哥，有一点点痒，哎，那你知道爱吃冰的老鼠是什么老鼠吗？这是一个很久很久的梗， Mickey 啊 Mouse，不是爱吃冰，爱吃爱吃冰。对，哦，我好像知道了欸。哈根达斯哦啊，哈根达啊斯。，我觉得我的答案比较好哎。你知道我上一系列就是在讲老鼠的好笑的事情，有，之前就是有一阵超常玩。嗯，对，然后网友问哦，没有他自己想到的。因为他现在在直播。对，没在讲，那宪哥，你知道料理鼠王吗？我知道啊，那你知道料理鼠王的食谱都会写在哪里吗？我昨天有看到，鼠王笔记本，哇！可恶！不好意思，我昨天有看到。还是年轻人呢。年轻人啊，再来啊，死亡笔记。还有什么啊？啊，冷笑话，静纯加油！我想一下，静纯，你会变新一代的冷笑话大王哎、太难了吧？抱歉抱歉，我一想，我想要拿吹风机。不行，我要开始他要开始搜寻。搜寻。那你先准备，准备好我再来问你。我去找别人。豪哥，我们在直播。在直播，对，被大家看到我在穿新衣服。已经换好了吧？那其实你应该再早2分钟。好，还是直接哦，那我们卡接跳一下。当然这个服务还是会有，可是会转到付费。哦，付费会员当然，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往付费会员。现在红人榜在直播啊。对，现在红人榜在直播，我们会新年快乐，会讲到中秋节那边。会讲到羊年，讲羊羊年年，所以从马年讲到羊年。是马年了哈。对这个大家今年都好吗？过年过得好吗？有没有人这个彩券中大奖？哇，我今年呢，我觉得先不用那么华丽，对，有点太慎重。有一点对。我今年呢买了几张这个刮刮乐，对，就是都是做公益，嗯，很开心。那你们有没有人去支持公益活动呢？今年多做一点好事，对大家都是好的，好不好？好，好，谢谢豪哥。我还没找到东东，要找到东东才能结束。东东在楼下了，那他去直播他了。好，那我们要前往东东所在地喽。我们带大家在三立探险，就知道平常三立是多么的复杂。这也是东东时常拍照的地方，他很多照片都是出自于这边的白墙。然后这里是东东常开嗓的地方，东东通常都会在楼梯间开嗓。这也是他们拍赛前的地方啊，这样都跟大家讲了。在直播哦。
有什么不能说的话？不能说、哦。我刚才聊到说他的票据都不能说，拿到空票啊，那抱歉，也是要付费会员才有办法听到他们刚才。想看东东。对啊，很多哎、就来。看东东甩筷子。刚刚星辰吃便当啊，你也可以吃便当给大家看。反正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不好意思掉了。哇！嗯，没有，这时候就要说，确定是镜头前这样还是平常啊？平常。平常也是这样。平常也是这样啊。白痴是吗？对。嗯，要别人帮他开好筷子那一种。可以要吗？不用。开筷子还会。会。我们来检查一下，东东去完马来西亚回家之后，过完年有没有变胖一点？看起来是没有。有吗？你有量体重吗？当然没有。看起来应该是没有欸。我也觉得没有。对啊。那可能是。你只能再飞一次了。又收回去。太紧张了。可能就是你看卸了妆你就知道有多紧张。哦，啊，卸妆的服务也是要付费会员才有办法看，很抱歉。大家要赶快帮他去他的那个粉丝专业，来，你跟大家我们的 YT，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粉丝专业，请大家追踪。就是打名字就有。可是打你的名字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我现在是那个要认得。最常发文的。那在你的粉丝专页上会看到啥？我的照片。会看到对不到焦的手工。我这张有什么好处？啊，就是我发的，就是有时候日常的东西会，就是自己比较日常的东西，那就可能是那个动态的。比如说在怡宝的家里唱歌啊，这种，对。那去马来西亚，我也不知道怎么让他们分辨，因为我有些比粉丝还比我多。真的假的？对，有些假账粉丝很多哎。但你们要知道，东东在镜头前就已经这么不会聊天了，他们不会私讯你跟你聊天，对，绝对不可能。不可能。对，他光背那个台语歌词都已经头昏脑花了，他没有办法再有余力跟你们聊天，所以会不会主动失去你说什么？现在吃饭没？感谢什么？开了个私人账，那些都是不可能。对，确定认证蓝勾勾。没有没有啊，还在申请中，对，是 IG 还没有申请过，我们有申请了。应该两边都不过了。会啦，那你要开始吃饭了吗？你真的蛮多的。没先不吃。对。啊。几个啊？总共现在几个？ 148，很多哎。不是，我说。148的狂这种有点太多了，是真的有点多。但很多人呢。对啊，东东中午好。然后就加油。东东早，真的很多人用户。东东午安。真的超多人。对啊。而且有简体字，有繁体字，有各种字，然后有各种时。还有因为还从后面回来的。东泽矿。还有各种时期的照片，哇！那你网络上那些就是觉得自己比较不好看的要删掉，不然就会被盗用，然后被放在他们的大头贴上面。那你跟大家分享你这次去过年回马来西亚，有发生什么让人印象深刻的事情？没有，就是很平常，就是讲真一点的话。气氛的话，马来西亚的过年气氛是非常好。但马来西亚很特别，马来西亚有3个过年，就是会放3次过年的假。没有有些人放到15的。放3次？因为他们有各种不同的种族。你从除夕到15，几乎天天都有人在放不同地方，放烟花。对。他说会放到就是都是烟，然后整个路上看不到。就在比较乡下的地方，就婆婆家那里啊。就是你开车的那里。开车，你不能开那个窗口。你开车的，就是如果过年期间有追踪东东的人，就会看到东东开车的地方，就是大概那里，然后会全部都是烟，没有办法开车门。
会全部都是烟那的。也就会进来，就是连路都看不到，很危险。那你开车开去哪里？没有啦，我回去其实因为我爸爸帮我更新了驾照，我就回去试驾这样子，因为有快2年没碰了。其实就是有那个条件反射，就是已经记录过，就以前已经学的时候已经就跟学脚踏车一样了，差不多。那你会想在台湾开车吗？和台湾方向不一样，一样吧？不一样，马来西亚不一样。你们是右驾？对，他们是右驾，然后台湾是左驾。但在怡保其实蛮好开车，因为怡保路蛮大条的。对，就是大路其实都蛮大条。都要塞小巷，我没有那么喜欢那个感觉。台北的那个车真的太……尤其是台北市，然后有很多奇怪的三宝。对，马来西亚的机车好像比较少一点，机车。那你有在骑？摩托车没有。好，那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新年快乐！好喜欢哦，好喜欢这么无聊哦。对，元宵节已经过了，情少讲情人节快乐。是吗？3月14啊。还没到。你新年所以我说至少要讲个元宵节。对，你们就知道了。如果东东私讯你们都是假的，他私讯你们第一句话可能会是新年快乐。哎，你可以介绍一下你。不要这么跟我们说，等下有人就这样子去。哦，真的哎，不行哎，没有东东不太会打字，东东都用语音输入的。那个假账他很有心，然后还要就去看直播哎。学他的说话方式。哇。好有心哦，那很感动，是你的粉丝。好，东东如果真的要找你，还会录影，对，啊，好可怕哦！哎，真的哎，大家真的要小心新形态诈骗哎，就是很多就是来路不明的讯息，或者是借钱什么筹备新专辑什么有的没的，这些都超可怕的。就是只要任何牵扯到钱的事情，都不要相信，因为他们真的没有需要向粉丝做这件事情，对，他们会努力赚钱。东东的样子看起来好像想睡觉。昨天睡几个小时？有睡着吗？打底6个啦。就是最少6个小时。哦，有睡着哎。有啦。有睡着就是好事啊。有些会紧张到睡不着啊。一开始滚。因为最近赛况很刺激。滚蛮久的。哦，所以很早就躺下来了，只是都不早。不早。大概8点。滚的时间比较长，浪费了睡觉的时间。就是如果算上前面可能有9个小时、10个小时这样，也没有。你要是说7个小时，我可能会生气哦，我可能会生气哦。那差不多。差不多9个小时。7个。就是东东在床上滚了1个小时，滚了1个小时才睡着。差不多。那你会怎么样帮助自己睡觉？就是你滚了1个小时，你会做什么事情？比如说有些人会喝热牛奶啊，或是有些人会可能就是要滚到一个对的姿势。哦，那你分享一下你还是睡觉的姿势这件事情需要就是付费会员才有办法解锁。侧睡。就是你说侧睡啊、仰睡啊，还是梯形睡啊？大字型啊，还是你趴睡啊？侧啦。侧睡。向右是最舒服，因为我们心脏在左边。哦。你左的话，你会压着心脏，会呼吸比较困难一点。真的吗？有一个什么研究显示，就是你不能让你的心脏高于你的头，是真的。不是，因为心脏高于头，你就会脑充血。可是你心脏高于头睡着是要被捧起来，这你要大法师式睡着。这样子不太合理耶。好，东东都侧睡哦，所以如果大家就是侧睡的话，有几率会梦到东东。那你这样侧睡，你肩膀不会酸吗？肩胛骨不会容易酸吗？毕竟你脖子这么长。就有时候长期压到嘛，肩胛骨不会酸吗？也有可能因为长期侧睡，所以我的驼背啊。
哦，没有驼背跟睡觉没有关系。直接被拒绝。哦。因为有时候是肩胛骨会长期拉伸嘛，你会比较酸痛。对。要没伸展。早上可能要伸个懒腰，趁你现在伸懒腰还不会闪到的时候。好悲伤。还有什么？可以了。看要不要上去？好，那就跟大家 say goodbye。哎，那半小时对不对？差不多，要超过吗？就看你能9折9啊。要不要上去晃一下？看大来宾。大来宾可以不？可以。好，那大家跟东东说再见了，他要吃饭。对，那如果想看吃饭的影片，就是付费。啊，没有。好，那我要上去了。今天有特别的大来宾，跟大家说再见。好，大来宾。我们来看看静纯准备好了没？想不到会回来吧？没有差。平衡感最好的老鼠是什么鼠？平衡感最好的老鼠是什么老鼠？哦。New Balance。哦，是 New Balance 啊。对，是 New Balance。还有什么？夏天哪一种老鼠最多？夏天夏鼠。夏天呢？夏天什么鼠最多？什么鼠最多？夏天什么鼠最多？乐鼠不是。什么鼠？中鼠。8-0 天台湾呐！你有我们直播有在看棒球吗？啊，我知道为什么直播人数少了啦，因为大家都在看棒球。谁要看直播啦？也要看一下啊，2台手机双开啊。林玉敏在。哇，林玉明现在在投手丘上。所以我们的帅气刺青王左头帅。帅。你进去出局了是不是？你看安打没关系。没关系，可以的。8-0啊！我们今天不要贪心，13-0就好。啊，15啦，15-0就好了啦。现在已经8了啊，这7颗应该可以吧？可以的，1局2分嘛。大来宾可以直播吗？可以啊。那直接过去跟他说。人姐，王文来了。来啊，去这边。就是每一次客人看这个东西，因为阿皮我嘛。大家都在吃饭，我们来找找田老师。老师啊，在讲话。哎呀，那等一下。
这连续的，对，因为连续的。啊，超难的，怎么办？怎么办？要找谁？大家都不方便啊，又是星辰了，哈哈。啊，星辰要准备去换衣服。星辰拿着他的衣服，来，我们要去更衣室了。他差不多快好了，还想换衣服，大家都我们来偷看一下星辰这次带了什么衣服过来。好，是裤子。觉得我的可能现在有谁？一个人？没有。这谁的？我的大家好，我才有力气唱歌。前面那个东东。哦，好。哇，星辰很多件裤子呢，带了至少4件，加身上1件。好，他要进去换衣服了。好。如果想要看的话，就付费解锁。对，我们要付费解锁很多事情。东东吃便当也要。他说，目前战况8比，对，没错，大家也要一起帮台湾队加油。台湾。哎，不然我们去跟阿德老师。阿德老师聊天，你学起来。老师们好。老师们好，我们在直播。啊，老师在吃饭。好，老师在吃饭，再见。抱歉了。要不然我们跟思思姐聊天好了。对，我们没有别人了。阿老师，对，一听到我们直播戴耳机，没有办法。那你没有跟豪哥聊天吗？豪哥聊过了，宪哥也聊过了。那你们问他跟谁聊天啊？东东啊，跟东东聊很久了，东东已经无话可说了。东东想吃饭了，休息一下下了。很难聊哎。对呀，对呀，是不是在直播？话本来就不多。然后他今天又要比赛。他很紧张，先让他吃饭。明天更是关键。啊，不然让他们看一下我们休息室长什么样子啊？休息室导览，所以看我们这边有衣服。哦，好啊，那我们来看一下。休息室导览，这是我们制作人的意思。这是我们的服装师的一员，还在烫衣服。为什么你现在是更衣室？他说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休息室，这边是，然后这边挂满了比赛换下来的衣服。然后这里是熟悉的书画室，然后这边是老师的休息室，真的导览呢。这边是乐手的休息室，好，这边是置物柜，放着我们吃剩的早餐，有名字。这边10块，如果投进去10块，记得要拿走。我们常常在这边偷10块，留下来的10块，这样子，可以买什么？拿卖香。讲真的，好难10块哦，很重要，真的耶。不然我还能做什我么们？去再看。不然你去那个摄影棚没有，大家都要看东东。你跟他说来啦，休息。哎，老师，老师被抓走了，不行。好，不行。啊，梦中在哪里？梦中怎么可以不见？
另外一个来宾来了，你要不要去跟他说一下我们在直播？他去厕所了。哦。很想给大家看我们的大来宾，但对，所以不行。没有，我们在直播。你介意你吃饭被看到吗？好啊，好最喜欢这种回答了。好，太好了。对，那就继续，好吧，所以你就继续吃吧。对，你也不用讲话，不用讲话。对。大家一定想看。哎呀，好的，可以。等一下，那我把咬痕咬好一点。哇，有在介意形象。觉得这便当好吃吗？其实还不错有比其他节目的好吃吗？开始喽！参考看看啦，这也不用收音了。流量最高，开始涌入了。变热了。哎呀，越来越多人了。大家来看仁杰哥吃饭了。不就是跟不一样啊？没有比较特别，对。有，你会把鸡排咬出漂亮的咬痕，特别不一样。对。那我还会吃青菜啊。哇，大家均衡饮食很重要。不挑食。对，我已经开始胡言乱语了，完蛋。还有一位。拍他吃饭，拍他吃饭，他看起来好，还是你们坐着一起吃饭？大家一起咬出漂亮的咬痕。一起咬出漂亮的咬痕。跟我们在直播。好。你介意上镜吗？没关系。好，那我要照你喽。那我要照你了。我要照你了。他觉得我们吃饭跟一般人不一样，对，他会修饰他鸡排的咬痕。对，吃饭吃的比上课还好。啊，那不行那真的很会吃饭现在我们之后的大来宾，信哥跟仁杰哥应该听不到，手音在这里。对呀，但没关系了。不然我们跟文信哥聊天。好，我们跟文信哥聊天。我们聊一下。你吃便当了吗？好。还有。没了。就这样。我们真的很没有当记者的天分。来说说你是什么系毕业的？常进人新闻系的朋友要加油。不要上升到科系。来，快点想个问题。你可以问刚那题。可是他还没吃便当啊。来，我们先打开，我们文心哥先打开便当。很好 Q。有粉丝都涌入咯。好，那你觉得这样的菜色跟其他节目比起来，这样菜色算好吗？很好嘞。很好。对啊。哇。不一样那你觉得这样一个便当在台北要花多少钱？这个。对，这样的菜色，应该说你愿意花多少钱买这个便当？100出，110。现在便当110吗？这是120。没有，这没有。这没有。这。对，那我们再低。再低再低。哇，好像在上瓜哥的节目95。哇，95可以在台北市买到这样便当，很厉害就知道我们做节目很辛苦，精打细算，要兼顾价格跟好吃。那推荐一下其他剧组可以订这间便当。要收费了，还好没有拍到。没有我们考虑。哇，有人说以
前有看文心哥演3立阿白玩梦，阿白玩梦那很久嘞。2012哇，哦，老粉，哥要打一下吗？最近演出，最近演出，最近的演出，对啊，最近的演出，你说一些8点档，对啊，或是行程。最近之前演出这几档都是在有台。哦，那没关系，那我们先不要。然后没有，也没有不行啦，也没关系啦，可以啦。四海皆朋友。对。对啊。哇，那你就只问文心哥，仁杰哥就不问呢、是不是一个一个来？有。然后我回归了。要哎。听说文心哥是时隔非常久出单曲。我2017年出完了那一张《爱若是》，完之后就没再就是歌。对啊。到现在哎，快9年。快9年，快9年。哇，真的很久哎，大家一定要听起来。支持。之后今天。等下结束直播之后，马上就去点，听听看文心。的心，它突然断掉了，感觉收讯比较没有稳定。没有。网友有发现文心哥的儿子。什么？有发躲开现文心哥的儿子。哦。好，避开了。儿子害羞，好，我们不拍，那我们拍仁杰哥了。那仁杰哥可以介绍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作品跟大家见面？我们先插个嘴巴。哦，都看到了。就是我也会插嘴巴。哦，大家吃饭记得插嘴巴。哇，没招了。没关系。最近的话就是持续在然后现在又在做一些音乐制作方面的，所以之后不管是别人发的作品，或者是我自己接下来也会发一些音乐作品。对，因为也是蛮久没有发在音乐上面有发作品，接下来会发，接下来还会有这个计划。哎呦。哦。第一手消息吗？在直播，只有直播的人看得到。也算第一手。哎呦。哇，就给红人榜了哎。哇，有看直播的好幸运哦。希望今年可以有机会办音乐会。大家支持起来。对，那如果有任何音乐会相关的资讯，会发在粉丝团，跟大家介绍一下粉丝团的名字，或者是许仁杰，然后空一格 STANLY。还没有关注的，赶快去追踪一下。追踪起来，如果有任何新作品，或者是有新的表演的活动，再跟大家分享。好的，那文心哥也可以介绍自己的粉专。要先插嘴，因为等一下，好刚好哦。要避开啊，很会挑时间。他也会插嘴巴。对，大家都会。我的粉专就是打黄文心嘛，有蓝勾勾的那个，不管是 IG 还是脸书都。好的，一样有新作品会跟大家分享。对，或者是有一些活动的流程，会跟大家就是分享。那如果有空可以去到现场帮我加油，那也大家先来听我本人在唱现场那个感受，会比较不一样。最重要的是新的单曲，我们先听起来，对，之后到现场就可以一起唱。没错，加这个好，没问题，谢谢。好，谢谢。哇，好棒哦！你出现的真及时呢，大家来看看是谁。可能有一点身体。我已经没招了，那这个声音还可以改吗？好了。那我们该啊。改。我们应该要休息了。可是他们，但是大家都吃饭给大家看呢，你要不要也跟上这个时代的潮流？他是不是感冒了？我好，
那再见。啊，那怎么办？好啦，廖静纯。好了，廖金纯，廖金纯逃跑。静纯逃跑，来，我们看一下静纯到底急急忙忙跑走是为了什么呢？哎呀，绑带掉了呀！这还没有绑。差点以为你要在台上跳水秀。加速，因为那个救就是他不知道谁是救。好生气。对，他要加速狂飙。走。好，奔跑。好，我们来看他的背影。还有谁？跟李贝聊天。不行吧？可以。哎，你看这我们今天有神秘嘉宾。哦。先讲。我们今天有神秘嘉宾，里边我们在直播。是谁啊？打给我。啊。大家是不是很熟悉？是不是很久？你们来里边，你坐。你坐啦，坐一个啦。坐一个啦。看风景啦。里边跟大家打招呼，打过了，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话？红人榜的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哦，安尼大家加支持哦，我今日才有这个动力过来唱歌。哇，谢谢大家，一直敲碗，把碗都敲破了。对啊，阿李贝，你最近在干嘛？跑步啊，就吃饱用唱歌啊。你要不要分享跑步？最近有去哪里跑步？拢伫阮屋底。阿寮。哦，对，遗憾。跑了100公里，今年。无，今年较加咯，今走250几公里啊。哇！因为最近较热哦。我拢是哦。走江远。一天固定5到7公里。若雨来就无去啊，因为咱东北部遮较好落。尤其是冬天呐。对啊，冬天就好落。可是冬天不是很难出汗？冬天不是很难流汗。因为哦，我惊寒，我拢有衫啊，较济。你穿伤少哦。后头风真透会感冒啦。我有甲一领迄个防风防雨。无啊，你看起来嘛足少年的啊。有啦。你少年的汗臭呢？加啦汗胸肌啦，你别讲的是胸肌啦。啊，误会了啦！我想说，哎呀，胸肌很笑脸的。这样年轻，整个人就年轻了。对啊。我心啦。啊，你的心就笑脸的啦，20岁啦，还在船上哦。出海哦。有年纪啊啦，不会啦，还有在维持啊，才有这么好的歌喉啊，对不对？我就爱唱歌。我甲分享一个唱歌的好处。好。咱人哦，无逐工同啊讲足爽快。有时阵哦，想讲要去跑步，我今日难时无爱去。结果哦，第一跑咧，唱歌唱1点钟，下紧唱就紧走出去。唱歌唱了精神拢来，血液循环拢好去，开始走。所以你会哪唱歌哪走？无啦。先唱歌才走。先唱歌，把精神提起来。无是有时阵，咱人讲。神呐，安尼神袂无想要动安尼。花无百日红。有一半工啊，会想讲啊无爽快反应。唱歌真正唱。唱1点钟，爱1点钟。我有时阵家己伫厝唱点钟。但是我讲话袂使讲伤济。无你去澳地渔港吼，经过有一间厝，听到唱歌足大声，迄个李白厝啦。没有出来啊！我讲去恁兜附近说哦，这间唱歌上大声啊，林北拄大家。好，所以最近李北拢伫准备。有啦，准备啊！平常就足爱唱歌，唱歌当然是歌足济，是唱会好啊，袂好啊咧。伊就一个选，互大家听上好听的歌。对。好，那我们李北跟大家说再见。再见，拜拜。拜拜，大家大家记得看节目哦。明天晚上6点半哦。好，拜拜，大家再见。好，拜拜。